写客文填名。上夜班来了香港局部中文理文揭澳門客家人試驗腔本樣片係用客語試驗腔語音合成，係講有中意請多多分享。2024年2月24號係正月班，香港客家莊局部村舉辦正月班活動，局部喺香港新界嘅東北片沙頭角海東岸，佢係一隻有400年歷史嘅客家莊。不過，今日佢阿伯移民高峰期，韓國有人使去世期待故所一下，已經冇乜計長年代嘅人。經過鄉親、大學團隊、留學生嘅失望打拼，局部莊慢慢做得發發，大幫正月班也就歡喜日嚟，期盼因內嘅特色活動，超鄉親留社會大家人來局部團圓，鄉下過正月班，同時本地自家堂看保育局部嘅成果。重點嘅節目有農麒麟、一種表演藝術。係香港嘅無形文化資產，客家人老麒麟準做吉祥處，做得帶來好運氣。韓國老香港嘅傳統音樂、老武術參共下，發展出有香港特色嘅造型、腳步、老套路招式。故所在過年時節，向前為農麒麟行天規則裝頭，老喜慶帶本家家戶戶，也拜發通。沒有請學生嘅鄉下做些麒麟舞嘅過後，啲裝頭嘅無同樣啲所展示本地自家看，推廣傳統客家文化。一種相片就係香港客家人嘅農麒麟，係香港客家人當重要嘅文化資產。器材學校第1932年落成。係頭擺裝頭第一間學校，一下發發做社區公共空間，還做得用來舉辦展覽老文化活動。學校以前係用客家話上課，教過未係用客家話唱嘅，鄉親大體都係記一間學校專業。而家大鑊。係里鑊卡錯嘅客家大鑊，做頭轉嚟鑊檔老堂下，未係客家嘅建築風格，一下發發做客家生活體驗空間，做得體驗如菜、打扮老港中，推動客家農業文化嘅延續發展，希望推行成大歷史文化嘅教育活動。一種相片就係文中地圖講到嘅李家大鑊。裝頭有當到好美味嘅客家料理，像有豬肉白，佢係老三層肉加頭絲表現白嚟地圖整嘅料理，還有翅鴨，佢係用滷水老鴨嘅烚熟過後，室內時節蘸鐵子拍翅醬料嘅料理。一擺沒有當到客家版。魚頭糍粑係老飯頭、老麥做料嘅包啲地杯嘅糍粑，米頭版係包米頭、老蝦米嘅版，蘿蔔版係用蘿蔔、老豬肉做料嘅版，魚版係用糯米、老茶沙做嘅版。一種相片圖像係6片香港嘅客家菜，有豬肉版、翅鴨、魚頭糍粑、米頭版、蘿蔔版、魚版。度頭擺嘅客家大鑊，親接昆山圖像嘅老鑊嘅，一下發發做教育研究基地，係鄉親研究人員留學生嘅鄉下用嘅空間，未會用來舉辦展覽、博覽參觀工作坊、老體驗課程一條活動。一種相片就係度係頭擺嘅客家大鑊。什麼？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